惊咧我。就是我那一直咧，哦，可恶啊！哦，哭袂停呢。小朋友来遮。来，我甲你讲哦，咱今仔日搁要来摕宝藏，啊，毋过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哦，才会当摕宝藏。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弯当健身队。啊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怡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欣婷。大家好，我叫做环武。哇，四位小朋友拢足活泼，足高追哦！哎，尊长，我们来摕宝藏啊！你是安怎？为做做啊，你一直咧，哭啊！不是，我等，是安怎啦？小朋友，我头拄在网络顶挂啦，我是个平衡，我等下讲到罗巴棒，我所以讲到罗巴棒，你着啊，最大声，大声叫。听到吧？是安怎？你在创啥？对，我小朋友想讲后要看你的考舞啊，到底是安怎考的啦？哦，我就一直安尼。啊，你考舞之前，你是不是去食咱顶届吼有咧讨论迄行啊上好食迄萝卜饭，对不对？萝卜饭是不是？萝卜饭是不是？萝卜饭哈！错啊！是啥？你啊萝卜饭，我萝卜饭啊，你创搞迄件？迄件要创？不是啊，我就是你哪个继续考舞啊？我伫网络顶有查到哦，迄考舞啊，只要甲你迄件，迄考舞就无去啊。上好是啦，哪有可能有去？你倒位偏远？我是让恁惊一心脏遐么定伊啊，哪有这种方法啦？恁敢捌？你有敢有啥物方法通哦？看医生。看医生哦。看医生食糖啊。食糖啊。食糖有效？啉水。啉水有效？有影无影？哇，我小朋友讲了足健康呢。啉水哦。对，拢会使。我跟你讲，你安尼迄就是因为哦，咱胸骹甲腹肚中哦有一块隔膜，啊隔膜迄就是人咧讲的横膈膜，伊就安尼丢者，主要就是神经自然的反应。啊，因为这练到咱的声大，所以你就安尼这时阵就亲像小朋友讲的，你就爱啉水，可以豆豆啊停落。啉水。大碗吼。啊，毋过豆豆你啊较大喙啊，莫去摕着吼。爱好打无？哎呀，好打。伊要互伊打。啊，那有啥物感觉哦？啥物感受？对。好，吹打。嘿，啊，先把伊头啊，伊要头。真溜，你即马刚刚怎？我感觉真正敢若有差，即摆就敢若袂一直哭啊，敢若较改善呢。我就感觉较爽快，有较爽快。我请问你，你是毋是常常哪食饭哪配话？我甲你讲，这是阮哦尊长的特色。伊咧食饭的时阵哦，伊拢会甲阮关心。对，我爱甲关心嘛。是啊，伊是甲阮教示的。对啊，教示是另外一种关心。袂晓的啦。啊？袂使哪讲哪食饭哪配话哦。袂用啦，迄你就甲空气食入去，啊你就安尼口误啊，安尼无爽快啊，所以食饭就是食饭，莫讲话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多谢恁甲我教这种观念嘛。啊，恁平常时会食饭配话无？上好是。会电视呢。手机啊。哦，因配物件无共款。嘿啊。啊，敢搁爱注意啥？我甲恁讲，因为其实足侪人哦，拢会甲手机啊当作是医生，啊试足侪偏方的，啊毋过这拢无经过科学证明，这拢是无效的。错误的偏方会互你啊，这身体出问题，会互你超过互你治疗的时间。之前有一个人，伊就是脚骨酸痛，伊就用杏草烧姜片，啊想讲要安尼治疗，谁知影愈来愈严重，结果吼长寿因的，就是人咧讲迄蜂窝性组织炎。哦，这严重哦。好啦，安尼我甲你讲，迄种偏方千万唔通相信，嘛唔通家己当作家己是医生，知无？好啦，多谢你甲阮讲这遮正确的观念，今仔日，互恁来提补充咯。来咯，准备接招，准备搞。甲我做伙耍！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
卡我刷了，就想要食咸酸甜的。咸酸甜，哎呦，哦哟，元当咸酸甜，恁的队名哦，互我流喙烂呢。哪有这个队名嘞？因为阮林就是有一只白骨山，哦，火山，八高山，足济果子的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人就该有通好食春的，就该做咸酸甜呢。对，哦，哦，即摆要刷豆啊，拢知安怎刷啦吼？知到底要安怎摕到大片？4分一块大片，8分2块大片。来哦，时间有限哦，准备接招行人卡，来刷，开始刷，哎呦，好来家，卡拍票，票，拍票，拍票对，拍票对，来紧刷后一位，降温的哦，来，喷，降温的喷对喷，哎呦，来继续甲刷落去，刷到一个，好咦来，，攻碰掉，哎呦。再刷到一个，即摆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要安怎刷？刷到位才是重点好啊来， ！UAN 弯掉，哎呀！哎，你较紧的哦，这时间在过来啊倒三工哦，来，球嘛球，啊，还有啥物字是？修水，球，再刷到一个，安怎刷才是正确的咧？去你，哦，讲阮乌妈妈对。好，哎呦，是乌是鹅。好，来坡讲阮的坡，有一张刷，客气，哎，再刷到一个，来，哎，这种刷4题才有1分哦，一个大片。你要安怎刷？小想看卖，刷了，这种1等30。后尾来去，赶快是UAN 弯林，哎呦，水，对啦，家己住伫迄个所在，就甲摕出来用啦。今有4题哦，今有4题，但是刷了4题。好来，讲对，来，今麦剩50秒啊！你要安怎刷？来，这边安怎刷？你刷，过去有5题。好，刷过是高对，水，剩30秒啊！今麦有6题。规期卖刷的哦，规矩卖有刷， 6题。即摆6题啊，要8题有淡薄仔困难啦。你今麦要刷无？啊，是计刷。别刷，完刷啊，好来刷。好，第一届拄着，对，第一个拄着，真可惜。啊，毋过上起码嘛是有刷几落地拢是对的，有分数。对，卡这个字，还有啥？卡达车， 6题。卡踏车大家卡嘛会用的。加，甲你加的加，加啦，拍啦。加拍，好，差，好差，好，来后一个呢？这个好久。，因为咱头前有2个题目是，一个是O，啊，一个是 O 呢。无咱先讲 O，乌衣对乌衣，啊那鹅咧，一个鹅就是坡，鹅地，落就是咱亲像咱伫个溪水边啊，啊咱若迄个土伤济的时阵，你看迄水看起来落落大雨的时阵啊，大雨过，开始落啊。水拢落去。来，咱来算看卖啊，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分，共款啊，地大片名地。好来，你摆好啦，你摆好啦。阮这一题爱大声念出来哦。什么？妈祖鱼，马上大吉利。来，一块大片，会当讲是咱有收起来。后时间准备接招，赢来卡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看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
来。听讲恁出来这个探险队，元旦国小是有真厉害的才艺哦。哦，是倒一方面的才艺啊？武术，武术哦。武术了。哎呦，到这位，来，倒一位，请你送给伊。来，义诊，这个叫义诊的。听出来都无共款哦。哎呦，哦，安尼是破只吹落。就好。武术表演，义诊代表剑的部分。哇！哎呦，哎，你看伊个骨色个力头。哎，而且伊的表情，哦，哇！啊，另外一位，伊有一套的款，哦，愈来愈啊，愈来愈啊。你看伊的眼睛就无共款。哇哇哇！哎呦！我开始啊！来，哇哟！哇！这一看就知影是有功夫底的。哎呀，真正是练，这不是练一两档法都出来。来，看好顶头的字，拢知影怎么念哦？安怎摕到大片呢？6题，通啊摕到1片；12题，通啊摕到2片。哦，安尼拢了解哦？了解。尽量讲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来提分数，来，来哦。上有就好，袂要紧啊第一题是什么字嘞？哎，变什么哩？吼，啊是攞埋用的，较稳的，较稳的。攞埋用的，什么咯？中正咯。路，来第一题路，什么数？路，车路。路口，好，路口有。路边，路边。单路，哎呀，单路，继续抢分数。继续唱来哦。后一个，有顶悬遮下字的词哦。来哦，动作要紧哦，时间在走哦。哎呦，紧哦。食还是食？食物，食物好，食物件，食诶爱词哦，唔是动作，搁加词。食饭，食饭，美食，美食，美食，哎呦，食到，食到，食要好来赢的赢的，食到。驾到， bonus 来啊！来，我甲你讲，bonus 一定爱甲这个字才会用的，才有准绳哦。哦，你就严格啦，一定要较物啊是美，品，这个字 bonus 才有伊的效果。哇，哎呦，哦，你若无说你练落就无啊。物啊是美，甘梅，敢会？哎呦，来，请讲，物件，物件、物品，物品、博物馆，博物馆对，哈哈哈！物，礼物，哎呀对，来继续抢分数。无啦，我是讲我想要，好，摕咧分啊，想要摕礼物了，来，后一个，后一个，有着我，你跟你讲，车，食，食食，是食吧，食吧，啊，食吧，食饱，食饱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同尾对顶讲礼物，迄个物，礼物，动物，哎动物啊，动物，礼物，人物，哎呀人物，啊搁有，这对我来讲也无啥，无啥物。无啥物，蜜，无啥物，好啦，有啊。哦， 13题，通摕2块大皮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请摕3题。难听啊！对啊，我先讲出来，你摕什么？直接摕3题哦吼。灰欧，对哦，对哦，不，哎，搁摕，文班，文班啊，搁一题，米鞋，米鞋，好，大起你，哦，你只拢加伊2个字，会当耍，你温啊。上尾佫有耍的机会，无要紧。对，好来讲，哎，哇，头先有收起来，这关佫无收起来，哎，安尼算拍平啦。上尾关真正收起来。好，恁尽量咯，
来哦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拼来噶！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哦。对啊，这个哦，我有感受到，因第二关摕到3块大片了，规个自信拢来啊啦，一开始讨论讲要等下摕几地啊？是毋是？是头先你讨论啥？安怎讨论？讲我们听看卖啊者。歹势讲呢？爱搁摕几地？恁感觉搁摕几？摕几地较有机会摕到宝藏？沙地，沙地。啊，这上济嘛2地。还是上济2地。无啦，伊是讲还有 bonus 啊。无啊无啊。会啊啦。那逐工拢咧bonus。bonus 就是你爱甲美美队长赶转去。我会当下免挂。啊伊迄底袂落。好啦，我会当起来。规题吼，即马就是还有2块大片的机会。啊，你2题拢对摕1题，3题拢对2题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哦，安尼请就位咯。好，唔通拖哦，爱紧转去哦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卡，是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速度有美哦。袂使讲拍着哎，莫想过头哦，恁这有练过武术的拍落去，可能片仔会正起来哦。啊去呢？会登去。哎，转去哦，唔是正起来我呢。是惊阮阿爸消风的。嘿嘿，真正我啦，我啦，小心哦。小心哦，伊是练过武术的哦。啊，我来，你的做法我介意哦。哎，啊，我若是上好过，你竟然安尼赶袂转去安尼啊！你朋友加油，我哋一唱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者，加油者！我。来，请讲。饭圆甲发徛。哎，啊，叫你朋友加油，我哋一唱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者，加油者！我。来，请讲。饭圆甲发徛。你若是无食饭圆，你就爱去滑徛。滑徛啊！好啦，无食饭圆，我爱滑徛。哎呀，佫有这严格。我食啦，我连咪下课较要吃，奇怪呢。哎呀。对的哦。哎呦，这就没讲啊。会惊啦，伊母子会惊。我。多啦，吃多啦。叫叫拍着。来吃。来，请讲。那无安怎就爱安怎？你若无食饭，你就爱去烧白手。烧便所会使。你若无，啊？现在就困啦。我看，这对伊来讲是简单的。无可能。无可能。伊会用伊的气功。用气功甲伊赶转去，甲伊哈。无厉害，你这。较悬的，吃较悬。啊！来做伙搞点1、2、3，落饭。哎，无考我，迄是考我较好。义诊其实不哩厉害，有两个美感，只是运气无介好。哎呀，才一点嘛，要搞。哇！来，请讲。安怎？何必安怎？何必安尼讲？你何必安尼讲？对。安尼讲。哎呀！哦，有咧喘哦，吼，有忝无？有小可哦。虽然我练武术的，啊，毋过嘛是会淡薄喘。啊，不过伊真正最厉害。真正。动作就溜软。条件迄个美感最重要。最美丽啊！好，咱来学习。安怎？何必安怎？我何必写功课咧？我何必写功课咧？无对，你这个循环。这是你的心内话对无？你甲老师讲一句。你看，伊何必出来，伊砰一个，这句水想出来。你甲老师讲，啊，你若无写功课，我何必写功课？我何必写功课咧？我功课已经这么好，我何必写功课？你妈妈的电话。对啊。莫搁较险啊，来，比其他的同学搁试看卖。你何必甲伊拍？你何必甲伊拍？用讲的就好。何必甲伊冤家？你应该好好讲，何必
好比出手咧，对无？安尼较完整，我感觉做鼓应该较完整，有头有尾，吼。好来，三题两题答屁啦，请提。有人无睇过吼，睇两题哦。声念出来哦。什么？王城，啊，个地，甲刷刷眉啊，刷眉啊，来，大吉利，真好，勇敢的讲出来就对啊。会当刷，会当刷。哎，你讲。哎，哦，哎，哇，来哎呀，你提一个，提一个，睇几题啊？这嘛要满呢，6题啊呢。六题咧。那两地啊，好啦，因为吼，够有两空呢。所以就看你的运气哦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进来噶！哎，阮当国小囡仔真正厉害哦，对一题摕3题，啊，搁加2题，即马有6题摕宝藏咯。敢摕到咧？你有想要刷位无？无，就照安尼。有啦。啊，唔是啊啊，啊！安尼刷，有是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有想要安尼刷无？无，无，你敢若要安尼往这边小可刷一下就对啊。对，哎呦，哎，厉害哦！伊知影这6头安怎扎，啊，唔过要超过1空哦。我已经让你耍，好啦，手甲扛起，你阮代表，加油加油！爱飞超过1空，才有准胜。到底敢有机会摕到宝藏呢？请飞！反叫！来，会当摕到是啥物宝藏呢？你敢知为什么我木造7头米啊！点足题啦。较济啦，免跟他减一项，袂当安尼一组。啊，真好，来，再互你。这叫做有大有小。有大有小，毋是无大无小哦。自我带，啊，搁做啥？哦，你记哦。哇，那真好啊，啦。伊这拢是用基地机嘛，是用迄插头做，你爱家己倒。我家己倒。对啊，主我带。哦，这8年拢通使用的就对啊啦。啊。啊，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叫欢喜，叫欢喜，真欢喜。啊，搁有其他心情无？紧张的，嘛是有紧张。啊，咸酸甜有好食无？真正最好食哦，因为我思思念念嘛，对因开始讲了，我就足想要去人家食咸后一酸甜。个过来，会记早。对啦，咱有来有往，才会久长，好唔好？啊，主要是你爱继续讲台语，才有机会搁徛伫这个舞台，好唔好？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